亚伫委内瑞拉是有一种叫做奥利诺科的蛞蝓，即嘛是强要济种，所以即嘛有一群生物学家发起保育计划，要甲即款蛞蝓可以继续生存落去。工作人员一放手，蛞蝓就随入去河内面无去啊。这蛞蝓是本地产地的伟大瑞拉的奥利诺科蛞蝓，是世界上体型上大的蛞蝓之一，上大会当超过6公尺长，400多公斤重。不过因为蛞蝓肉会当食，皮会当摕去卖，偷猎蛞蝓的情形是真严重。目前这种蛞蝓已经伫要绝种，伫个野外是剩无100只。一群生物学家是发起保育计划，登记伫个生态地采集蛞蝓卵，和动物园合作，伫个人工环境之下孵蛞蝓卵，照顾细只蛞蝓到1岁左右才野放。当年大约有200只蛞蝓回来，这是想要保育成功，都要和时间比紧，因为蛞蝓回来到生态地了后，同款有可能变作偷猎者的猎物。El problema sigue siendo el mismo, los están matando para comerlos, le comen los huevos, entonces digamos, por más que uno libere caimanes, está esa presión de caza todavía. 伟大瑞拉的国情真特殊，真侪专家因为政治压力出走，阁有真侪农村的居民会因为散食去猎野生动物来食，这拢互保育工作是愈困难。公司新闻优派准备约。